為了驚社區的孤單老人無人照顧，所以樂里社區不時攏志工來關心送溫暖，甚至已經連續18天來送3頓。不過在這群長輩當中，有一位79歲金鄉阿嬤，身體也真勇敢。自細漢讀鹽嘛捌跟棺木的工作，予伊相當驕傲，到今腳腿攏真有力。曾經做過島際賽菜卡，所以各種的料理對伊嘛攏輕輕鬆鬆。這道古早味的金瓜米粉，就是請人客拿手菜。另外，厝邊有老人魚仔，嘛請伊鬥煎，予伊做腳總是胖公公。另外，互食過攏懷念的，就是伊家己研究已經做30檔的茶葉蛋，對選卵到卤味的完美步驟，每一步攏是獨家的秘訣，甚至堅持每一粒卵亂用小火焢2天才入味，煮出互大家攏學落家的特質。愛做牛的，愛炒米粉，愛滷茶蛋，人若煩惱就買，是哪油染，人若煩惱買幾百粒，伊就滷賣人安尼，對，愛滷油啦，好食啦。阿姆有時候也會給我那個他自己催煮的這個茶葉蛋，那吃起來呢，真的是跟外面的非常的不一樣，因為它是非常的有愛心。大家食啊茶葉蛋攏掉了，攏會過來買，過來煩惱，攏來到遮載，我也袂用催賣啦。阿嬤除了煮食好功夫，嘛將原本雜草生甲滿滿時的空地開闢成菜園，種了韭菜、香菜等各種的蔬果，外人冒草莓，甲生甲滿滿，會當拜拜無過。而且無農藥，現辦地當現煮。阿嬤雖然無奈一人生活，毋過會曉家己照顧家己，甚至閣有法度分享予厝邊隔壁，減輕社會負擔，嘛成為在地暖化上好的示範。將生活都家己母教啊，食教啊，身體家己顧好啊。因早暗愛穿寒番咧寒死，熱番就熱啊，愛家己顧身體啊。食老若閣較老煩，這骹手啊毋通中風就好啊，對無？好較好，手目睭有當看，愛來對就來對遊覽嘛，對人來佚佗，哪像對熟悉個嘛。這樣的一個老人家，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養生之道，還有他自己的運動方式，他的工作模式，而且老人家幫助老人家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，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在地老化，在地生活的一個最佳模式。雖然阿嬤住的環境牢固，毋過一人顧好身體，自由自在，歡喜享受美好的人生。台南新聞，阮吉採訪報道。